嚟到五行山，我想同大家講下石嘅藝術。好多多倫多嘅客人好鍾意擺 Armor Stone，貪佢夠霸氣。但係點解有啲人擺完好似亂葬崗，有啲人擺完就係禪意庭園呢？分別唔係嚿石貴唔貴，而係你識唔識擺。第一個秘密在於埋。大家睇下呢嚿天然岩石，佢係生喺泥入邊嘅，而唔係浮喺泥面度。石頭都有根嘅，所以我喺多倫多做 design 嘅時候，我一定會要求師傅將石頭底部嘅1/3埋喺泥土入邊。呢個唔單止係為咗好睇啊，仲係為咗呢個視覺嘅穩固感。浮喺面嘅石係完全冇靈魂嘅。第二個秘密在於聚。大自然冇石頭係孤獨嘅，你睇下五行山，石頭永遠都係成群結隊咁出現，所以擺 Armor Stone 就千祈唔好排坐食品果咁啦，要用 Rule of Odd， 即係3塊一組，5塊一堆，有大有細，互相呼應咁樣，再配合植物遮擋生硬嘅邊緣，咁先叫道法自然。做完景其實就係玩緊石同木嘅平衡，想你個後院有山水畫嘅意境，想你後院有氣勢咧，學下大自然點樣擺石。Save 低條片，唔好再喺後院放一堆建築廢料啦。